关机也关做震动。来呀，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就用欢喜的声、大声对上主欢呼。至高的上主应该受敬畏，伊是大君王，统治全世界。伊为着咱竞选应允的土地，做伊所听的子民通夸耀的产业。三甲来吟圣诗第198首，学乐称呼至大上帝，咱起立来吟全首。
咱三甲同齐出声，用新的改名做咱的信仰告别。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群头。我用新的改名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用，咱要来用启用文第5篇来三甲启用。启用文第5篇，也就是诗篇第8篇。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去做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的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阮的上帝，阮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羡慕爱亲近你，爱看你的荣光甲你的权能，因为你丰盛的慈爱，互阮进入你的圣殿，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学乐敬拜，因为你欢喜你的百姓聚集伫你的圣殿。你有应允要对你的圣所赐福予你的百姓，求你的恩典眷顾阮、光照阮，领受上帝的恩典。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万不有的主，平安甲福气的泉源，奇妙的无事。伫旷野开道路，伫山坡开江河，伫你无有难成的事。主啊，阮的国家佛摩萨是属于你的，是你所赐福、你目睭所眷顾的国家，四季如春，物产丰富，民主自由，医疗甲科技发达，晶片供应全世界。求你大权能的圣手保护台湾。互每一遍危机拢真侪转机，救阮的国家甲人民脱离凶恶。求你赏赐台湾海峡两岸的首领甲人民有追求和平的智慧，以及赢得和平的疼心甲信赖，尊重彼此伫国际舞台的空间甲发展，族群和平和谐，牵手合作。带互两岸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喜乐，以及全世界。因为救主耶稣为着救赎人类来降世，促进阮的和平，伫十字架顶牺牲，用肉体血无结冤仇的银弹，拆去迄中间三隔离的墙，互人甲上帝和好，也互人甲人和好，互全世界带来和平。全能的天父上帝，求你感动阮早起的敬拜甲服侍，
听阮的祈祷，也是阮祝福阮今仔日所听到的真理，栽种伫心内，结好果子，荣耀上帝的名。愿同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赞美献歌队因要用我灵真正来带人敬拜。我
大家来领受圣经上帝所启示的话。咱今仔日要读的圣经有3位，第一位是伫以弗所书第2章14节。以弗所书第2章14节，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以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以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离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约翰福音10章10节。照恁所受的家事，伫伊内面定根受起造，信心得到坚固，充满感谢。要谨慎，毋通互人用空当虚假的哲学，甲恁迷去，因为遐个学说是根据人的传说，甲支配宇宙的灵，毋是根据基督。伫我迄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出来一定是要偷掠、要杀、要毁灭。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得加真丰盛。过来，哥林多后书第4章18节，阮所重视的，毋是看袂到的，是看袂到的，因为看袂到的是暂时，看袂到的是永远。以上愿上帝话刻条伫咱的心内，讲到咱所敬听小福道牧师伫咱的中间，伊要传达的信息是三甲来去做。亲爱的大家平安。倒转来我家己的东门教会，因为我前捌伫咱的所在，30几年前我对台北新店来到中央中学，就伫咱的教会聚会，特别是参加今仔这老班的家庭团契，拢互你在少年约甲留去啊！感谢主，所以咱。不当了，给我引导咧，感谢主。真欢喜倒转来咱家己的所在，所以咱拢家己的人。但是我要甲恁讲哦，有一个比恁较亲的，就是后壁即个少年的。你敢知影伊要叫我啥？听好哦，伊是阮爸爸因兄哥的祖囝的阿伯。阮爸爸因兄哥的囝的祖囝的翁，听好啊！伊还叫我啥？搁一遍，伊是阮爸爸因兄哥的囝的祖囝的翁。等下我要考试啊！好，感谢主，咱做来祈祷。天父的上帝，阮感谢你。有你圣神伫阮的心内，互阮无论讲的、听的，平平得到造就。伫你面前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个来去做。伫德国的所在，有一个小小的庄卡，有一个6岁的囡仔，伊带着癌症，
伊先宣布讲无法度啊，伊的爸爸诚毋甘，伊爸爸足爱耍乌多摆，即个囡仔足爱听乌多摆声叫的声，所以伊的爸爸暗算讲，即个囡仔伫细汉的时阵，伫还未离开世间的时阵，伊要互即个囡仔有一个足深的印象，所以伊就上网去播叫做基利安的噪音，这个囡仔叫做基利安 SAS。伊就讲拜托我的囡仔吼，若会当有30只的乌多摆吼，对阮兜经过，阮囡仔一定足欢喜的，永生难忘。伊就播上网，结果你敢知影？偌济人来，你敢知？15000个，15000。当时的即个镇公所、消防队、红十字会、警察局全力配合，分做3条线，15000个对全国的所在，甚至佫对丹麦，或者是德国，丹麦离开要400公里，爱徛10几点钟，丹麦远来15000个，踅因的镇，特别经过因兜，即个囡仔欢喜到要害去。弟兄姊妹，今日这个世间上水的风景就是人，上水的风景就是人。这个囡仔，乌克兰的囡仔4岁那点，换一只洋娃娃。倒手摕一个巧克力，然后行，然后哭。缀人要走去波兰的所在，无依无我。搁落去即张，就是一个警察，伊离开因兜去出去，足74天拢无转来。等于74天转来了后，老母甲抹掉的，我这心肝囝，即两幕是400-500万的例中间，其中2例哪点？400-500万的悲哀，其中的2个惨切。这种上造成的，隔壁迄个派出边迄个坐上悬的迄个野心，连学校、病院、幼稚园无所不止甲你炸甲碎糊糊，意思甲400-500万的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踪、甚至有可能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你无感觉？这个世间上残忍的动物是人吗？1914到1945，人类的世界短30冬发生2遍世界大战，战甲火西西，炸甲喙骨粉丝。为着安尼，足多马地听有无？stop， 好啊，动的，好啊，会使啊啦。为着安尼来成立联合国，感谢上帝，联合国起伫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迄阵联合国的大楼要起的时阵，地基内面带一本圣经上帝的话，感谢主。你若起伫咧杜拜吼，迄就可兰经啊啦；若起伫印度就经啊啦；起伫中国就毛语录啊；今日就西语录啊。感谢主，联合国的大楼下骹带一本圣经上帝的话。你若看联合国的国旗，联合国的国旗边仔有2个树叶啊，迄2个树叶啊，就是创世纪做大水的时阵，派粉鸟出去，甲树叶啊，转来报平安的橄榄叶。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的时阵，结尾就会放和平歌，佮着冠军就有那个桂冠，迄个桂冠就是橄榄叶所编的。感谢上帝奇妙安排，联合国的大楼起伫极其敬畏，当时极其敬畏上帝的美国
这个国家1920年11月21日，就是402年前，一群清教徒坐5个火箭的船，对英国来到新大陆，就是今仔日美国，受到当时的印第安的原住民的接待，总是因大升起上帝的圣殿，然后过当年因修成，因就邀请这印第安或者原住民来庆祝，就是咱今仔日讲的感恩节。这个国家一开始用敬畏上帝，起上帝的圣殿，尊主最大，用敬畏上帝，所以今仔日因若总统上任，反而要做证手换圣经，上帝大大赐福，短200人，将做世界上强的国家。这叫做丰富，总是因知影一切全部所有，拢是对阿爸爸上帝的恩典，所以因用敬畏、谦卑、荣光归予上帝，这叫做丰盛。拄则咱读的圣经，耶稣讲：我要互恁得到活命，得到的是更加丰盛、丰盛的生命。这个丰富呢，英语叫做 Mary， 足济数目物质的物件，会当用算的，真紧互人拍破啊。但是丰盛呢 ，much，thank you very much， 你袂当用算的。你若将妈妈的目屎放踮显微镜的下骹，你看袂到，唔甘听丢丢。因为伊袂当互你用算，迄就是精神的物件。这个丰盛，敢若会当互咱感受，嘛会当甲咱感化。所以旧约圣经有一个叫做约伯，伊的财产越来越去，足丰富，总是伊咧过丰盛的生活。伊家己不闪时敬畏上帝，伊家己持守，伊嘛督促伊的囡仔。就会记得知影要敬畏上帝，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因用丰盛，因足丰富，总是因用丰盛来敬畏上帝。2000年代，美国甲苏联咧太空竞赛，咧比赛讲谁人会当去月球散步，所以1969年7月10日，阿波罗11号在毋是克林顿啦格林斯艾德林甲阿姆斯壮，阿姆斯壮伫咧月球散步，阿姆斯壮伫月球顶面插2支旗啊，一支当然是美国国旗啊，因就是要宣布甲世界讲，阮美国就是 champion，the world champion， 世界冠军啦，总是因另外迄个旗啊，意义搁较深沉，因插另外迄个旗啊。面顶印圣经上帝的话，就是咱拄则所念的诗歌198首，咱读的启应文第5篇，诗篇第8篇。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遮宽大。这个国家肯定家己的丰富，总是因谦卑。上帝，因谦卑上帝宣布，世界宣布，总是伫因极力肯定家己的基础，正是圣经上帝的话，丰盛。这世间有一个物件，大家拢爱，总是上垃圾的，就是钱啊。但是你敢知？你转去迄个美钞，迄个另外迄边你也看者，印什么物件？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赖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所以讲，这个国家伫开拓西部的时候，有吞达过印第安的原住民，以及袂乌人的迄种负面的过去，总是阿爸爸上帝竞选林肯、马丁路德金恩带头，佮加上一群算袂了袂真无名的使者。 用牺牲奉献来踹断奴隶乌人迄条罪恶的锁链，
当然，今仔日游玩也有一群自认为足有道的、很优越遐白人。上极端的就是三 K 党。咱拍篮球的林书豪，阮中华人报道的林书豪，伊是上清楚，即阵的白人共款，还有足轻视乌人甲亚洲人。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甲咱邀请三甲做伙来起造万冠灵的上帝的圣殿，因为即个圣殿要宣扬什么物件？要宣扬请咱的阿爸爸上帝。怎样人民残酷背逆的人性，兴起的罗卜鲁比，用牺牲奉献的血来洗除残忍人性的污秽垃圾。亲像今仔咱读的圣经，有所第2章12节，要拆毁啥？拆毁种族、性别、职业、地位、名声等等中间隔断的墙，来起造和谐、三尊存的世界。互残忍污秽垃圾成做上水的风景。我1994年28年前，中有中我3个同事，其中一个我袂记，我问咱平安道理迄个平长老，另外一个就是金秘书，一个陈风平，一个陈金木。阮4个人做伙去韩国。参加姊妹学校的校庆，结束了后就按来去到逐所在，然后阮来到一个足水的海岸海边，比咱黄金海佫较水，看甲有够好诶。结果中啊有铁线网啊、铁丝网，我有够感慨。所以我转来诶时阵，因为迄个所在正就是。南北韩的38度线，我足感慨，所以我等下就写一首诗：上帝铺排极水景致，人类大菜拿豆得气，尊存和谐，晴空万里，祈求世界卡仙西地啊，卡仙哦，会西种西地啊。但是感谢上帝，美国甲加拿大，美国的西雅图甲加拿大温哥华的交界有一个门，因称作美加的兄弟的门。这个门呢，伫面顶的两边有刻2句话，伫下骹的墙啊嘛刻2句话。第一句话叫做 "Children of a common mother"。咱是共一个老母生的，因为拢讲英语啊。美国加拿大，迄头一句话。另外迄边叫做我英语无好哈 ，Blessed twin together in unity。这个英语老师袂使甲我扣分啊。兄弟和睦三角徛起，圣经上帝话，诗篇133篇第1节。兄弟姊妹三角徛起是好顶的好，这是面顶迄2个门讲。然后下面的内面壁，头一个就是1815 open 103 years old， 就是1814年到1914年开放纪念100档。另外迄边就是 May this gate never be closed， 望这个门永远无关起来，这个门永远开放。当然今仔日继续开放，到今仔日已经208档。法国巴黎有一个凯旋门，这个凯旋门呢，你若出去甲人相抬，抬愈济，抬愈惨，死愈济，转来破声愈大声。凯旋门，当然咱毋是咧糟蹋你这个门吼，真水啦。总是这个门的记号，就是冤家侵犯的记号。也毋过美国甲加拿大这个门，咱会当甲叫做和平的门。也会当讲是透到天堂的门，所以又说第2章14节，因为伊做咱的和平，互两边做一个拆去迄中间3架墙。兄弟姊妹，今仔日就是要邀请你我三甲做伙来起造，咧宣扬小龙
平安、和平、尊主最大，上帝殿。咱来做甲人比赛，咱嘛足希望得冠军。哦，小牧师拍乒乓，10月要比赛乒乓杯，比赛总会二两杯。啊，有啦，加减有得冠军啦。哦，放喺上险的所在，喺光杯啊烫的，放喺上险的所在，人看到学了，哦，叶小牧师那遮牛啦，哦，啊，尾嘴拢翘起来安尼。嘿，而且有2个场面，一个是骑铁马比赛，一个是长跑。你看下骹迄个有一个伊迄个铁马举咧安尼，即个伫头前即个本来会当得冠军，总是破练5分钟就铁马举咧，迄种比赛者足紧诶，举咧安走诶。后壁遐缀一个，后壁即个伊会当甲越过得冠军诶，但是伊无爱，伊感觉安尼无用光。哦，这是第一个。另外即个面顶迄小咧走小路迄个，同款拢是伫西班牙，一个是2015年，一个2012年。咧长跑比赛头前迄个黑人肯亚叫做穆泰，伊走足头前。哦，你所以看，伫咧正边遐有只演讲门吼，咱即嘛咱咧庆祝拢有演讲门安尼。啊，即个肯亚即个选手，伊走上头前，啊，伊当做迄个就是终点啦，啊，伊怎慢落来，啊，后壁咧甲吐迄个就是西班牙的，即个阿那亚，伊甲吐，后壁即个应该会当甲越过，伊就冠军咧，伊无爱，还未到，头前啦。然后比赛了后，即个阿那亚，伊讲我根本走袂赢伊啦。所以记者咧甲采访的时阵，伊安怎讲？伊讲我做我应该做的代志，伊才是名正言顺元芳的第一名。若毋是伊看毋到迄个终点的记号吼，我根本走袂赢伊。其中伊有一句话，互我印象足深。伊讲将来我的子孙要安怎看我？他如果伊若安尼越过，伊得不光荣啦。所以我的子孙将来要安怎看？这才是真正的冠军。所以有人伫这个面顶甲用做赢得掌声的第2名，伊互世界足肯定的，这标准的运动家的精神，人性的尊严。我足爱将人性的尊严比拼咱的创世纪上帝形象，因为咱是照上帝形象来创造，所以你我拢拥有，嘛爱好好珍惜不容侵犯的人性的尊严，因为咱有上帝的形象。咱台湾俗语一句话安尼讲：虎不能为混啊，病不能为骨。迄个骨就是骨气、牙子、骨气。你看咱的主耶稣互人顶的是个上帝的囝呢，结果下骹的人咧甲糟蹋。你上帝囝，你有才调你落来，我就信你。咱的主耶稣，我相信我喙齿紧教咧。伊讲咱当伊面对的毋是即个人，伊面对的是阿爸的上帝，爸啊赦免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所以贫毋是干那讲无钱无势呢，是你有才调，但是你无想要伫无必要的时阵点家己的头。这个贫有当时啊，毋是无呢，是有哦。但是你要做对地方，站对地方。所以有人哦，学无两步就臭称，讲伊外后拄外后，袂学行就想要学飞，食无3杯硬菜就想要上升天，就这样啊，所以宁愿饿肚，毋愿无骨；宁可清机，毋愿落巴，清清白白要巴肚，毋通变遐有诶无诶。哦，即卖遐诈骗集团啊，变遐有诶无落巴。哦，所以咱上句一句啊，清气食，清气散，垃圾食，垃圾肥。遐个人就是垃圾肥。
这两个选手的动作，拄则迄个赛跑、骑铁马迄两个动作，应该会当互咱想到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18节所告别的。因为阮毋是看伫所谓看见的，是看伫迄个所谓看见。因为所谓看见的是暂时的，看会到的是暂时，看袂到的是永远。但是即摆，今仔日就是要鼓励咱、激励咱三甲做伙来起做，像是即款要宣扬、牺牲良道，会当更到永远天国的信实的上帝圣殿。这正正是今仔日咱伫遮的目的。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2章14节到15节所告别的意思，就是就因为咱的言行举止、所行所做，互人闻到对捌基督者有的气味，基督馨香之气。换句话来讲，就是互你的生活所表现的，互人伫你的身上看见耶稣。人性的尊严、上帝的形象、做人的价值、世间的光、地上的影、地上的盐、信耶稣的基本精神。这是今仔日小牧师伫这个所在，会伫遮甲咱做伙三个做伙，要来有份起做宣扬基督气味的神圣的殿堂。过去的教会当时的农村社会。若听到讲要起礼拜堂，哦，大大细细有够欢喜啦！哦，我要做起上帝的圣殿，迄种有够欢喜的。兄弟都袂馋袂短，姊妹竞赛起，真所的三个做伙要起上帝的圣殿。我细汉听一个故事，印象足深。有一天有一个教会牧师宣布讲，咱要起礼拜堂，兄弟姊妹大家有够欢喜。哦，感谢主，阮富着时阵，有一个查某囡仔，伊嘛想要参与，所以转去就轻钱筒啊，轻的讲去买2块砖啊，2块砖啊。伊过当礼拜就透早就去找牧师，牧师啊，我迄2块砖要来起上帝的圣殿。哦，这个牧师够感动的啦。伊伫礼拜中间就甲兄弟姊妹分享即个查某囡仔的心意。兄弟姊妹受到足大的激励，大家3钱奉献，输人有输阵。过无偌久，礼拜堂起起来，所以因就甲即间礼拜堂号做2块砖的教会。感谢主。马可福音12章41节。记载咱的主耶稣坐伫奉献箱的对面，伫遐看人奉献。哦，遐好野人哦，叮叮当当，摕悬悬，叮叮当当安尼。但是咱的主耶稣学了无咧学了遮个呢？因为因所献的可能是因所有内面财产的难产的啦，难产的嘛叮叮当当呢。但是咱的主耶稣学了的是啥？学了是迄个官府的2仙钱，学了迄个官府的2仙钱，这叫做丰盛啦。遐个好样是丰富，但是这个官府是奉献伊的丰盛。你敢要相信我到今仔日才看到咱的牧师，甲林牧师海淀的2个牧师夫，今日才看到。我今仔日以前也毋捌甲因见面过。感谢主，这2对夫妇有够拍拼，所以当林牧师、迄个永恩牧师咧甲我讲着小牧师麻烦你来帮阮安排来敲电话，因为我迄阵咧甲教育公报咧敲电话联络迄个咱，因为我对南中甲家中较熟，所以因委托我来安排文艺团队纪念主日的讲台安尼，即个牧师去请安，所以咱永恩牧师就拜托我来，所以我就伫遐敲电话，我真欢喜来甲答应。特别我家己推荐，讲我要来台湾教会，
因为我甲恁较熟，感谢主。啊，即个比我佫比恁较亲，哦，你毋知想到伊遐叫我啥名？哦，感谢主。兄弟姊妹，是毋是咱大家大大细细用丰盛的心灵，三角来有份来起造难得的、阳光无比的海淀教会建定的后世？三角来祈祷。向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我极其阳光要来参与这个建造、起造上帝你的圣殿的这个服侍，因为甲主你同工，主求你感动也引导我，也带领海淀教会真紧来起造。感谢你，互因这对少年的夫妇伫遐6冬的时间，搁伫迄个所在，来造就遐兄弟姊妹，来造就遐个社区。感谢你。因为起造上帝你的圣殿，愿主你的神加天的开力，也引带因。我伫你面前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回应上帝的话，咱一节来吟圣诗第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我亲爱的
咱即时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谢谢。我来报告教会的事务。今仔是咱感谢主的恩典，特别为着海淀教会的需要，咱同齐来关心代祷以及奉献。海淀教会今仔日差派肖牧师踮伫咱中间，伊毋若肖牧师来，阁有张牧师以及海淀教会兄弟姊妹，有几位拢踮伫咱中间，咱就请因做伙起立，咱做伙拍鼓来欢迎因。好，请坐。踮伫外面有一寡义卖品吼，所以请咱等下出去了后，会当踮伫遐来参观。张牧师继续有一寡事务要向咱报告，所以请张牧师。大家平安。顶摆来已经是受兰州的是迄个时阵吼，有伫遮来分享海淀教会的故事。今日伫遮嘛有真侪人，可能顶遍无听到海淀教会的较完整的故事，但是大家毋免紧张吼，就是即张代祷批吼，我望大家会当读倒毋管你头拄有偷看吼，还是讲吼你等下吼转去吼的时阵，会当来好好来读即个故事吼。因为即个代祷批是阮伫海淀牧会，阮所看到的，阮所面对的。但是即个是一个真水的故事，希望大家拢会当有机会来熟悉即间教会，嘛有机会通来关心咱安南区的福音的事工。因为安南区讲实在是一个真歹传福音的所在。搁来另外一张，这是阮教会伫过去阮所做的
才对受伤的教会、受伤的人的中间，慢慢啊起造，甲遮的人的心、的灵魂会当带转来上帝疼的中间。就是即个过程中，阮做真侪的事工，为着要互遮的人重新来得到上帝的疼，重新感受到上帝伫即间教会是要做啥物。所以伫未来，阮嘛有真侪的计划，但是伫要诚做遮计划的过程中，阮要带心来整修教会40栋已经真旧的即个厝吼。所以伫即个过程中，可能对真侪人来讲，这就是小小的厝啊。这个钱可能嘛毋是偌济钱吼，但是对海淀教会兄弟姊妹来讲，因为阮6成以上的人拢是领上低的薪水，伫安曼区这个所在，大部分拢是较辛苦的劳工，所以毋茫大家做伙来关心，搁较重要的是，毋茫大家来甲阮来祈祷，因为祈祷是支持我甲我的先生伫遐服侍，以及支持阮的教会事工上大的困难，真正带阮因带阮来到今仔日现在的即个状况的，真正是上帝亲自来引带阮。伫遮我嘛有一寡简单来介绍阮今仔日所带来预备的物件，因为阮的物件足特别的啦吼。第一个我要来介绍的就是阮有为着要来做即个建筑的事工，阮家伫海淀教会即几冬，阮的兄弟姊妹做伙来体验到的一个意象，做一个商品吼，要来为教会做预备，就是即个好好活着的系列吼。咱好好活着吼，咱甲倒边的念是啥物？恁知影无？对啊，好好，大家拢有看迄个台语小教室吼，对。对啊，好好，无毋对吼。无论是华语来读，是台语来读吼，其实即个意象吼是安怎的吼？其实伊是伫圣经里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好好活着啦。对啊，好好。为虾米要安尼来做咧？其实阮伫牧会过程中，我嘛真正是有体验着吼。恁感觉一间教会为虾米会真侪冤家，真侪冲突？其实吼，阮发现讲吼，若是一间教会无好，大部分甲即个内底的人活了无好，真大的关系啦。所以，当一个人伊家己拢无法度活了好，伊的家庭、伊家己的身体、伊家己的灵性。伊家己面对代志、面对即个世界的态度是悲观的，是痛苦的，是怨恨的。要安怎来成就上帝的教会啊？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阮就发现讲，其实上帝互咱人第一个，咱出世第一个礼物，就是咱家己啊，咱的即个身体啊，咱的心灵啊。所以，伫即个中，阮就发现讲，一个人若是无法度伫上帝面前先家己大生活较好咧，安尼真正无气力，搁来亲像圣经所讲的，你爱疼厝边亲像家己，你搁爱疼上帝，疼上帝嘛爱亲像家己啊。但是问题咧，你敢有疼家己？咱敢有疼家己？若是咱无法度先疼家己，咱要安怎来学习疼人？要安怎搁较深入来疼上帝？共款即个道理，所以阮用安尼的意象，毋茫会当对每一间教会拢来分享，毋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会当先来先来好好啊，家己活好。所以咱阮下一章。下一张，阮就是做即个 T 恤，毋茫即个意象吼，会当大家穿咧，大家就会当出去，甲大家分享讲，我要好好活着，你也要先好好活着。下一张，这意象可以穿在身上，这样。下一张。
好，第二领 T 恤是，这个是，可能咱的图片无足清楚，咱会当等下去外口来看吼。真正是阮伫做，阮海淀教会已经做足侪档的儿童的事工啊吼。啊，阮伫做儿童事工的时阵，这是阮的意向啦吼。这种上大的意向就是讲，上帝伊毋望，咱过去伫囡仔的时代吼，咱真正咱的心有真侪的代志吼，其实无法度好好啊来甲讲出来，好好啊来表达吼。因为咱的文化就是讲吼，遮吼无好听的吼，遮无好的话吼，咱就莫讲吼。但是咱转来到信仰内底，上帝拢听遮的话呢，上帝知影，而且上帝嘛毋望咱甲遮的话好好啊表达，而且伫伊的内面来得到安慰吼。所以，阮就出即个Hear Me 新生即领的 T 恤是阮做儿童的事工，做青少年事工的一个开始啊吼。阮嘛用即领 T 恤来义卖，几啊档阮的儿童的事工拢是借着伫卖即领 T 恤来支持啊吼。搁下一张。即本册吼，有人可能看到吼，这是这本册这是小种子的旅行，这是我公报社邀请我做伙来画的一本的绘本吼，所以我是作者的本人，是我画的，嘛是这个文字嘛是我所写的吼，但是其实吼，这原作吼，就是圣经内底亚敬的故事啊吼，这是一本本色化的亚敬的故事吼，内底就是甲这个亚敬的故事用台湾的这个处境来画出来吼，所以咱内面的咱看到真侪咱台湾的一寡吼古早的小物件吼，这是为着咱台湾的囡仔的信仰教育吼，内底嘛有放9种的台湾的语言吼，所以包括台语，包括原住民的语言，包括手语吼，拢伫内底，所以咱若是有兴趣的，等下嘛当购买我会当甲恁签名吼，因为我就是，若是恁欢喜吼，毋望会当有作者的签名，咱会当我会当甲你签名。过来就是有两项，就是讲吼，阮有得到一个画家吼，咱若是身躯边，咱有需要咱有知影吼，有人伫收藏画作的话吼，毋望大家会当来甲阮斗介绍，因为阮有收到一个画家，因听了阮的教会的即个意向以后，因非常的感动啊，所以伊讲吼，我无啥钱吼，但是我画足济啊吼，所以伊家己的画吼捐出来吼。但是其实即个画家是伫家己的所在已经真出名的画家吼，所以伊的画是有行情的吼。所以阮嘛毋敢黑白买啦吼，但是阮嘛是需要大家会当来到介绍吼，较有收藏家吼，毋望会当来收藏遮的画作。一个嘛是另外一个画家的关的度啦吼，总是即个吼，平常伊是画蠓家的啦吼，伊就画一把迄个粉彩画嘛，毋望会当甲阮来奉献啦。所以咱若有兴趣，咱的义卖所在拢会当来看吼。刷落来就一寡我家己本身我有家己做的一寡的物件吼，所以大家等下拢会当家己来欣赏。毋望若是你拄啊好需要吼，遮是拢是大部分是我家己做的，无是阮的兄弟姊妹家己做的吼，所以伫外口是应该是找无啊。好，最后今日嘛有带来蛋黄酥加即个咸鸭卵啦吼，这数量有限，所以大家若是有兴趣的，当开紧来买。今日非常的感谢咱们教会甲感谢即个小牧师会当来为着海淀教会做伙来支持到做伙来鼓励啦吼。搁较重要，搁较强调最后就是讲，毋望大家做伙关心安南区的宣教的事工，多谢大家。多谢张牧师的报告吼，咱就继续踮伫祈祷，用实际行动来关心海淀教会的需要。
其他教会事务我真简单来做报告。咱拜三的圣经学堂，咱读甲马可福音第10章的46节到52节，所以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注意。佫刷来就是咱顶学期会将奖助学金接受申请吼，所以咱若是符合遮的资格的咱的囡仔吼，会当到伫办公室这边来做迄个提报名申请表吼。后礼拜是中会所设定的教社奉献组织，所以我爱去三日教会，王传道爱去规前教会交换讲台，本教会是基家成牧师，所以嘛请为着这事来祈祷。咱的圣歌队有甲其他3间教会联合要办一个音乐报道会，点伫9月11的下晡3点吼。入场券点伫办公室遐，所以你若是有意愿想要去参与的，会当请你点伫办公室这边来摕迄个入场券，会当邀请你的朋友会当做伙来参加。9月11下晡3点吼，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佫一项甲大家报告是王国胜先生吼，就是王国雄长老的小弟，已经伫昨咱举行告别礼拜。加上嘛，特别感谢咱教会兄弟家庭团契，甲这正兄弟姊妹做伙关心，所以今仔日加上嘛，踮伫咱中间要咱大家做伙来致意，请咱为着整个王国胜兄弟因整个的家族来关心甲代祷。好，请坐。好，佫一项事工甲大家报告，就是顶半年度牧师有开一个课，是迄个如何祈祷的课程吼。踮伫9月底开始，咱会佫开另外一期的课程。特别踮伫即个课程中间吼，牧师会带大家用腓立比书来祈祷，所以主要会通过腓立比书来学习怎样讲道。总共上课有6摆的时间。对9月24开始。上课的时间是拜6早起的10点到11点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参与的，有人就问我讲，牧师这到底适合什么款人会当参加？头一个你想要学习怎样祈祷的；第二个你若是有咧带小组、有咧担任同工的；第三个你若是初信，想要搁较深入捌这个信仰的；第四个你若想要传福音的人，拢会当参加。讲的就讲。所有人拢会当参加，所以邀请咱大家，咱会当做伙用6摆的时间认真读腓立比书，嘛要通过腓立比书来学习怎样祈祷。邀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儿童智慧收心营，这是组织今年新的一个营队，要对8月26到8月28。如果咱厝内底有囡仔，欢迎会当来参加。大家人拢问讲，啥物叫做智慧收心营？就是来参加这个营队吼，无甲暑假作业写了，袂当去佚佗。所以若是暑假作业无写了，你就会看其他的同学踮伫边仔咧拍球，你踮伫教室内底继续写。听讲家长看到这个报名表以后，就甲主持人讲，这应该爱上1个月。所以就叫做收心营，爱甲暑假作业拢会当完成。所以若是家长有这个需要的吼，其实毋若写暑假作业啦，包括要抄写圣经，要踮伫遮有运动的时间，所以期待咱若是有厝内底有囡仔会当做伙来参与。过来是2个团契的年会，家庭团契伫后主日11点要踮伫松大教室来召开年会，妇女团契踮伫连米连米11点踮伫松大教室来召开年会。今仔日咱有一位新来的朋友叫做陈玉花姊妹踮伫咱中间，咱拍鼓仔欢迎，伊是迄个必胜老师的学生。好，我做以上简单的报告。来吟祝福册客的诗歌，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线，咱请萧牧师带咱接导，请咱起立来吟。
欢迎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去被上帝的听堂，以及圣神的相通，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绿岛。